我係 Ivan 啦，咁我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 seminar。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翻全球貨幣同埋黃金嘅市場展望。我哋有今日好高興邀請到 Chase 啦，係 StarFX 嘅總經理。咁係 next slide。咁都有少少重要聲明要講翻。咁我哋今次講嘢內容咧係只供參考啦，唔構成任何嘅交易要約啦。咁同埋都會不確保內容嘅準確性嘅。咁同埋我哋講者嘅言論係不會代表本公司嘅立場，同埋都會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嘅。咁你都介紹翻我哋公司啦，我哋有70幾種嘅服務喺全球，同埋有20億嘅會員。咁我哋係樂天集團啦。咁包括你會知道可能有樂天 Travel 就樂天旅遊，同埋我哋體育方面咧都會有一啲球隊係我哋 own 嘅。咁喺日本嘅呢個神戶勝利船啦，同埋台灣嘅樂天猿猴係。咁我哋樂天咧喺日本嗰陣喺日本咧就有超過1400萬嘅用戶啦，同埋我哋資產管理咧都有39.6兆嘅。咁我哋年增長咧都有22.4%嘅每年，同埋嗰個年齡層都十分之多元化啦。咁由30歲去到70歲都有。咁我哋講下我哋少少香港嘅里程碑。我哋喺日本咧係2000年上市，代號係475。咁我哋香港嗰陣咧就係15年咧就收購咗福匯亞洲。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咧都成立咗超過10年。咁我哋係受證監會持牌嘅我哋經紀商啦。咁我哋係主要係提供外匯交易槓桿式，同埋我哋都有超過40種嘅貨幣對。咁我哋喺黃金咧都會有高達於200倍嘅呢個槓桿式黃金白銀交易，係同埋我哋都會採用翻我哋自己嘅樂天嘅 market speed 啦，同埋我哋嘅 MT4 係會比較user friendly。咁事不宜遲，我哋就交翻俾我哋今日嘅嘉賓 Chase。好，唔該晒 Ivan。好，咁喺真正今日講今日嗰個主題之前呢，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先。咁我呢，其實之前呢都喺即係有幸啊，都喺樂天呢都任職過嘅。咁我而家呢喺年年就做StarFX 就總經理啦。咁其實可能咧，如果大家都有睇開財經嘅節目嘅，咁有機會見過我嘅，例如喺翡翠台啦、新聞台啦、明珠台啦，咁有機會啦，Now TV 啦，網上面可能喺 YouTube 啊、ETnet 啊都有機會見過我嘅。咁而家都做緊呢啲節目㗎。咁喺呢個行業咧，我都有成20年嘅經驗㗎啦，即係做咗20年啦。外匯啊，其實外匯股票啊，期貨咁都有相關嘅經驗嘅。不過今日啊，主要係講全球嘅宏觀經濟，會講我哋應該睇啲乜嘢，會講貨幣，會講黃金，同埋之後下半年我哋要留意啲咩事件。好，而家正式開始。不過正式開始之前，都同即係問一問大家，有邊位咧喺今年開始咧到而家咧係有做過黃金嘅，買賣過黃金嘅，有冇啊？請舉手。好，黃金有冇黃金啊？冇，冇。ETF 嗰啲係嘛？都可當係啦，有冇啊？有。咁介唔介意問多句贏定輸啊？都贏，犀利喎，犀利喎，犀利喎。嗯，OK。嗯嗯，係係啊，而家4000係啦，所以咧，大家咧我就同大家講一講黃金應該點樣用咩方法先賺到錢咧？嗱，一真係講得好啱啊！呢位女士講得好啱，會一路跌喎，點賺咧？嚇，一陣會講一講同埋未來嘅展望。好，而家開始咁嗱，宏觀嘅經濟咧，雖然可以用一句説話講晒，但其實有3個關注嘅焦點咧，大家需要知道嘅。第一個咧就係睇未來嗰個經濟個展望。IMF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就認為咧，即係佢應該唔係認為啦，就預期啦，2026年咧嘅經濟咧，全球經濟咧係去到3%嘅。雖然下調咗少少嘅啫，下調咗少少嘅啫。4月其實係3.1嘅，下調咗少少嘅啫。但係咧有個態度出嚟啦，即係其實唔係咁繼續真係咁睇好咧
未來全球環嘅經濟增長。嗱，呢個第一，記住喎。第二，環球通脹咧，即係預測咧係有上調嘅。咁啊，尤其是咧係比咧呢個即係能源，尤其是能源價格啦。你見到而家又高翻啦，之前曾經跌過嘅，而家又高翻啦。咁短期咧有機會咧係繼續咧去推高咧呢個通脹。不過一陣間講，不過通脹預期咧反而喺呢個時間咧係有回落嘅。第三樣就係睇嗱中國嗱，中國嘅經濟咧反而咧係被上調嘅喎，去到4.6%。咁即係代表咧，其實中國經濟有機會咧嗱，其實逆勢㗎，逆勢本身係其他國家係下調啊，但係中國經濟咧係逆勢俾人上調咗喎，即係其實咧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可能咧係 AI 啊、科技啊等等啦，真係可以刺激到成個中國經濟嗱。其實當然啦，如果你即係大家去內地消費，如果有去內地消費，一個個城市嘅，有啲城市咧經濟好，有啲城市經濟唔好。不過深圳係好嘅啊，深圳係好嘅，係啦，深圳係好嘅，係啦，珠海都好嘅，貼住香港嗰啲好嘅。但係其他城市咧一啲啦，係啦，唔係個個都好嘅。咁代表咧，其實好多其實中國雖然發展中國家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大嘅經濟體啦。咁啊，其實每一個經濟體咧，個發展咧，其實都開始有啲分化嘅。咁首先我哋睇美國通脹數據先。嗱，通脹數據點解降溫咧？就係因為最新6月嗰個 CPI 降到去3.5%。嗱，核心 CPI 咧都有降，核心 CPI 即係除去呢個食品啦、食品價格啦同埋能源啦，都有下降嘅。咁喺呢兩個都有下降嘅情況之下咧，所以大家對於通脹預期嗱，呢個就係美國就話唔係環球啊嚇，美國嗰個就話美國，所以大家因為美國咧始終咧係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啦，咁所以咧就以佢為一個標準，大家覺得咦係咪開始可以即係通脹係降緊溫咧？但係咧要留意喎，雖然咧通脹係降溫喎，好似嚇咁，但係咧能源價格咧6月跌咗之後，而家又升翻轉頭。點解？因為又開始打仗啊嘛，連續咁多晚係咁轟炸伊朗，所以又開始打仗，所以油價又升翻上嚟，係咪？咁所以咧，到底係咪真係通脹？其實就好似一個人咁樣啊，係啦，就好似你當我係我咁樣啦。我雖然咧我之前40度燒，但係咧而家退到39度，咁算唔算真係唔發燒咧？去降溫，但未必真係唔發燒噶嘛。喂，本身都好好地嗱，出街咧又俾人毆咗一鑊，係嘛？咁你又發燒，雖然退咗少少，但係出街又俾人毆一鑊。咁其實咧，到底整體嚟講係咪真係好轉翻咧？其實咧，所以咧，通脹預期好似有降溫，但係大家留意翻係個信號嘅啫，成個結構咧唔係真係㗎嚇。另外咧嗱，一樣嘢就係6月嘅美國嘅非製造業 ISM 非製造業同埋製造業嘅 PMI 都係做得好嘅。嗱，呢個同通脹無關㗎，不過佢做得好咧，會令到咩咧？令到美元咧有機會咧係走強嘅。再繼續講嗱，初領失業金20萬啦，其實咧即係初領失業金人數啦，其實20萬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少嚇。不過相對之前咧係有所下降嘅。另外咧，佢嘅非農數據啦，美國非農數據啦，其實對上一次咧唔係做得好好啊。但係你再唔去睇個單一數據，再睇翻之前嗰幾次都係超預期㗎。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經濟上邊啦，佢嘅就業人數啦都係 OK 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咧，其實美聯儲咧有更大嘅機會啦，去有上調佢利率嘅空間啦。咁我哋去留意啦。咁而家講到美聯儲啦，不過美聯儲咧其實開始咧有啲古怪啦。有啲咩古怪咧？就係首先換咗人啦，沃實啦，大家知道換咗人㗎啦，係咪？換咗人沃實。咁沃實一上到嚟，第一樣做嘅嘢係咩咧？第一樣做嘅嘢就取消前瞻指引。咁繼續咧，咁取消前瞻指引咧係咩咧？即係代表我唔話俾你聽，以前有天氣預告，而家冇啦。而家要去到嗰日，你先知道到底係打風定落雨定係 sunny day，冇人知，佢唔話俾你聽。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睇翻呢邊先，唔同嘅美聯儲嘅主席啊、副主席啊、地方嘅聯儲局主席啊，
佢哋個個表態咧都唔係好一樣嘅喎，有啲咧就唔話俾人聽做乜嘢，有啲鴿，有啲係鷹。咁基本上咧，你見到聯儲局咧係比較分化嘅。再加上咧，佢即係沃實咧就話用 AI 去進行咧，即係睇喂對於例如佢關稅啊、中東局勢啊呢啲風險咧，睇下會個成個擴展個程度去到邊。咁佢又唔話俾你聽到底未來要點行，咁又話用 AI，跟住咧又其實佢仲有講咧 AI 咧對於整體嘅通脹啊等等嘅行業咧，到底係好定唔好咧？佢又唔講得清楚。咁即係代表喐實上嚟咧，係俾大家非常大，其實係一個不確定性，即係冇人知到底美聯儲可能真係去到嗰日先知啦。但係咧，喺講呢個之前咧，我先同大家講一講。但係美聯儲咧加息個預期咧，始終係因為咧佢嘅經濟數據咧，暫時表面上睇好好啊，表面上嘅啫。嗱，實質咧好唔好咧？頭先我講啦，個通脹數據咧降溫啫，唔係真係降到嘅，係咪真係降到唔知嘅？係啦，跟住啲能源價格又喺度上升緊啦。雖然就業咧就 OK 啦，但係開始唔好，係咪真係持續唔好係未知啦。其實有隱憂嘅。不過而家暫時咧市場上面咧淨係睇咧啲好嘅因素，唔好嘅因素咧。佢好似咧，暫時又唔係好關注喎。咁所以如果大家睇到咧，你個期貨價格顯示咧，美聯儲咧未來即係今年啊加息個可能性咧，好似最少會加一次。去到9月啦，加息個機會咧去到7成嘅。12月咧，如果9月唔加，12月加咧，就基本上去到9成噶啦。咁所以咧，市場亦都係預期會加息，而咧亦都反映咗。或者部分反映咗咧喺美匯指數上面嘅。咁好，繼續講嗱，繼續講美國經濟啊，因為雖然係宏觀經濟，但係美國經濟佔咗超過一半嘅啦，肯定。咁咧7月15號咧嘅褐皮書啦，咁其實都顯示咧美國嘅經濟咧增長咧由輕度咧至到溫和增長。嗱，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嚟啊，即係。好溫和，即係代表係掹掹緊增長。有一個咧就係冇增長嘅，有一個即係經濟區。咁即係代表咧，其實佢真正嘅經濟動能好唔好咧，其實都未知嘅。嗱，就算頭先我講啦，都算平穩啦。但係咪真係平穩咧？但係如果大家有研究過，例如非農啲數據點樣統計咧，就知道咧，唔係話100%信得過㗎嚇。咁另外咧，能源嘅成本唔使講啦，一定係升高企㗎啦，成本又高。咁嚟通脹咧，頭先都講啦，嗱，通脹咧其實有啲又話會高，有啲又話咧可能會降溫，有唔同嘅。每個地方有分歧。你見到就美聯儲入邊咁多官員都有分歧嘅情況，都知道未來咧其實真係越嚟難預測嘅。好，咁講完美國啦，嗱，一陣間我會再講翻多啲因素咧，係逐隻貨幣會講嘅。好，講完美國，講歐洲。嗱，歐洲嘅通脹咧其實去到跌咗去2%附近㗎啦。但係咧，你即係歐洲咧同美國唔同嘅，美國咧都係個原油出口大國，但係歐洲嘅話咧就原油嘅輸入國嚟嘅，唔係一個國啦，一個區域啦，成個歐洲。咁而家油價咧又去翻90，嗱，其實即係美油咧係差唔多90啦，布油咧去到就接近100㗎啦。咁所以呢啲去到呢啲位置咧，其實佢哋嘅入口成本高咗啦，對佢哋經濟嘅壓力咧係帶嚟非常之大嘅影響嘅，係啊。咁不過歐洲央行咧，其實咧到而家為止咧，都仲係咧，大家認為咧有機會咧係繼續加息。咁當然啱加息啦，但係未來咧其實就係唔係未來咧，直情係今晚㗎啦啊！今晚有機會咧係繼續。繼續咩咧？按兵不動，唔係加息，繼續按兵不動。咁啊，去到都係繼續2.4%，係啦。咁啊，歐洲央行今晚8點半啊，大家可以留意翻。但係佢整體嘅態度咧，至少之前係大家認為繼續偏向於鷹派，即係繼續加息。咁其實我相信啦，佢比較睇咩咧？睇美國頭。如果美國可能9月加息嘅，佢就有機會咧之後就跟隨住加息噶啦。或者可能之前提前收到風啊，總之會係同美國前後腳差唔多嘅。如果唔係咧，你就會見到歐元咧會繼續咧，就算唔繼續大跌啊，都好難咧行翻一個反彈嗰個走勢啦。好，繼續講啦。咁即係布油嘅話咧，都去90以上，而家其實都接近100㗎啦。
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其實唔單止歐洲啦，各個國家嘅能源成本咧都上升。咁歐元嚟講，對美元嚟講咧，都係差唔多1.412啊，1.142啊到1.145啊呢啲位置啦，去行緊啦。其實你話向上突破咧，暫時嚟講可能要更多嘅一啲額外嘅因素啦去支持嘅。咁我哋繼續講咩咧？講日本。日本咧，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咧，日元咧係好似咧係越跌越有嘅，低處未算低嘅，係啦。咁其實佢其實好多問題嘅。首先咧就係美債孳息咧真係太高啦，美債孳息太高啦。你見到咧，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其實避險貨幣咧，美元、日元、瑞郎三個都係避險貨幣嚟噶嘛，但係咧瑞郎都還可以。但係日元基本上根本避唔到險，冇避唔到險啦。以前一有避險咧會流入日元，而家冇噶啦，全部都去晒美元。咁主要原因咧係因為美元嗰個息差咧實在太大啦。雖然日元咧即係日本咧央行咧係有加息，但係你加極而家都係1%，未來幾時加到去邊冇人知，佢又唔講。係啦，咁到美國嗰邊咧講，大家頭先講咗預期啦，今年90%機會係加息㗎。咁本身美國嗰邊幾多啊？3.5至3.75嗰個區間，咁日本得一，咁大嗰個分別嘅話咧，你話啲資金會去邊啊？係咪？咁因為咁，佢寧願用啲日元啊換啲美元。如果有日元嘅話，其實之前日本好多都係咁做嘅套息交易。日本係全世界最大嘅外匯交易市場嚟嘅。如果個個都咁做嘅話咧，咁梗係啦，個個都買美元，美元越買越強啦，日元咧就越嚟越低。咁另外咧，頭先講歐洲需要能源輸入，嗱，日本咧更加需要能源嘅輸入。咁日本90%嘅能源咧，原油咧都係咧喺中東入口嘅。咁如果中東頭先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到啊，雖然我唔係照住完全照讀嚇，但係你頭先睇到有講咧，伊朗咧佢又封鎖翻啊嗰個港口嗰個通道，霍爾木茲海峽呢個通道。咁日本咧而家又箍住咗條頸啦。喺咁嘅情況之下，油價又上升，咁貿易方面咧又開始逆差。咁基本上咧，對於日元嚟講咧，當然日元低對貿易嚟講咧係可能會好，但係佢已經太低啦。對於貿易嚟講已經幫唔到啲乜嘢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日元繼續低咧，反而有一個反效果。對於整體日本嘅經濟嚟講咧，尤其是日本一個高度依賴入口嘅國家，咁佢輸入性通脹咧會再抽高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日本嘅經濟大家都唔係睇好，三重困境咩嘅咧？高債務。債務佔咗成 GDP 嘅240%，咁日元貶值啦，唔使講啦，日元貶值啦。睇住呢度先，甚至有大行啊認為啊，可能去170嘅。嗱，當然我唔認為佢會去到啊，但係有大行認為去到170嘅。輸入性跟住咧，頭先我講啦，因為高度依賴入口啊嘛，輸入性通脹咯。哇，咁多負面因素，搞到政府咧其實好難有啲咩貨幣政策出嘅。就係點解日本政府一路都其實之前一路出口術㗎，話會干預個匯率等等，淨係出口術，真係出手咧，好似又唔係好干預到個匯率咯。咁個貨幣政策咧，佢又唔敢講，因為有啲空間已經好窄、好細、好細㗎啦。咁佢干預嘅話咧，頭先講啦，喂，又冇咩效果，而家市場都唔信㗎啦，你干預都唔信㗎，市場咧亦都認為咧，大家如果記得佢如果對上一次干預咧，冇幾耐㗎咋，冇幾日㗎咋，就去翻佢干預之前咁嘅低位㗎啦，即係美元對日元嘅高位啦。如果咁睇，即係咁嗱，三井住友即係日本自己個3個金融巨頭之一啦嚇，佢自己都有銀行嘅，就預測咧會去到1165。嗱，呢個就 make sense 啦，我覺得有機會嘅。170就因為始終咧日本央行咧佢係真係會干預嘅，咁所以嘅話咧日元咧，如果大家仲諗住去日本旅行嘅，哎呀冇唱到日元添，唔使驚，有機會越低越有嘅。如果你就係例如去到而家都163幾啦，而家先唱都唔緊要，或者164啦，你再唱都唔緊要，係啦。其實日元咧，就算你搣晒啲機會啊，日元咧應該都一路咧比較弱噶啦，好難會真係好強翻噶啦，係啦。除非有幾個，除非美國減息，日本央行加息，日本經濟 OK， 但係日本經濟 OK 咧，有一個大前提喎，就係大家知道而家中國咧其實係制裁緊日本㗎，嗱，制裁嘅力度越嚟越大㗎嚇。
尤其是啲稀土啊等等。喺呢啲情況下，如果日本想經濟好翻咧，係真係比較難㗎啦。尤其是咧，唔知大家有冇聽講過即係傳聞日本咧係需要咧將啲回收啲舊嘅唔知冷氣啊、剩啊，跟住回收啲即係家電啊、用品啊，或者係啲電子產品啊，跟住回收嚟再重還再做，係啦。咁啊，因為咧中國已經唔俾稀土佢啦嘛。咁所以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日本經濟咧其實整體嚟講真係一個困局嘅，係啦。咁啊，有套息交易啦，令到日元弱啦，跟住能源啦、輸入啦，冇計啦，咁啊能源係咁飆升啦，大行亦都唔睇好佢。好，最後我講講中國。咁人民幣匯率咧，大家都知道啦，越嚟越貴啦。其實人民幣越嚟越貴咧，對於香港嚟講咧，其實真係唔係咁好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大多數嘅真係必須日用品咧，都係喺中國。其實唔單止就係香港啦，外國咧亦都係嘅。但係香港特別依賴中國嘅入口嘅，係啦。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啲嘢咧會越嚟越貴嘅。咁不過人民幣咧要留意翻嘅就係咧，雖然人民幣咧越嚟越貴，但係但係咧要留意，無論在岸價、離岸價，而家都即係大約6.77度啦，大概都係呢啲啦。但係中間價咧係6.79，即係代表咩咧？係美元對人民幣啊，即係人民幣對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係高咗，即係代表咩？即係代表央行咧希望人民幣唔好升得太急。呢個係即係中國央行一路做緊嘢嚟㗎。我留意咗好耐，佢次次都係中間價高㗎。當人民幣弱嗰時咧，佢就將中間價咧調低嘅，即係美元對人民幣啊。即係調低嘅話，即係希望人民幣高；調高嘅話，即係希望人民幣低啊！大家留意翻嗰個 concept 啊。咁就係咁樣嘅。咁另外咧，LPR 咧嗱，其實連續14個月都唔變噶啦。不過頭先我講啦，即係貨幣基金組織雖然下調咗全球個經濟嘅預期，咁但係咧中國經濟個預期咧係增長個預期係上升咗嘅，係調升咗嘅。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咧係俾咗中國政府有空間咧。去做啲可能寬鬆少少嘅貨幣政策嗱，好耐都冇變啦，有機會之後咧會有寬鬆嘅。好多嘅貨幣嚟講，或者好多國家嚟講咧，如果佢做寬鬆嘅貨幣政策咧，嗰隻貨幣咧係有壓力嘅。不過咧，唯獨是人民幣，反而有啲政策咧，大家會對於嗰個國家嘅經濟，即係中國嘅經濟更加有信心，反而有機會令到人民幣繼續至少雖然就算唔升，都未必會跌嘅。大家留意翻，人民幣始終應該咧。你話如果變翻弱，例如跌翻去7嗰啲位咧，唔係太容易啦。講真，唔係太容易啦。繼續升或者持續喺呢啲高位咧徘徊咧，機率咧會比較大嘅。好啦，咁咧幾時係有機會做寬鬆嘅即係貨幣政策咧，或者寬鬆嘅政策咧？咁渣打咧有預測第三季，咁即係其實而家已經係噶啦嚇。7、8、9係第三季啦，而家已經係第三季啦嚇。咁其實有機會咧係今季咧會有啲政策出翻嚟嘅。好，咁而家咧我哋就會講咧，真係分析下咧各個貨幣啦。咁主要貨幣，首先講美匯指數先。咁大家因為其實所有環球咁多貨幣嚟講咧，美匯指數咧就基本上咧係最重要噶啦，最重要嘅貨幣。大家唔使講，個個貨幣咧都係對美元噶啦。首先講下機構嘅觀點先。咁機構即係啲大行啦，都認為啦，其實絕大多數咧都係咧比較睇好嘅。就算睇淡嗰啲咧，都唔係話真係好淡嘅。睇淡嗰啲都唔係好淡嘅，就係因為咧太多因素咧係支持美元啦。頭先我講啦，佢經濟嗱表面上都幾好啊，實際真係好唔好咧？你見到佢啲數據咧，非農數據尤其是。突然之間成日超預期，超咗2期之後咧，跟住下一期咧就普普通通，但係將上嗰幾期嗰啲數據咧下調翻，成日有呢啲嚇，所以即係非農數據到底係咪實質真係信得過咧？見仁見智啦嚇。其他數據既然非農數據都咁啦，其他數據到底點咧？即係睇住啦，都要睇住呢啲數據分析㗎啦，冇計㗎啦，呢啲係啦。咁但係至少大家認為咧，美國經濟都仲頂得住啊，都 OK 嘅。咁另外咧，亦都一樣嘢就係咧。如果我哋唔睇，即係先唔睇美國經濟，睇美元，真係太多嘅因素去支持美元啦。頭先講即係例如加息啦，即係美聯儲加息前景啦，通脹啦，
美元嘅需求啦，尤其油價全部用美元結算嘅，咁啊對，咁基本上咧，如果係真係有嘅話，越貴需要嘅美元越多，咁就會對美元嘅需求會增加啦。避險貨幣嚟講，大家都唔信唔過日元㗎啦，係嘛？咁啊去晒美元，所以支持美元嘅因素實在太多，所以美元雖然你話會唔會升到106咧，我覺得唔會太容易，但係咧你話可能繼續喺嗱呢度雖然睇900啦，但係可能100以上，跟住上邊咧可能而家103幾啦，咁104、105咁啊有機會嘅。但係太強咧，又未必真係好似美國咁咧，又未必真係好想佢太強嘅，係啦。咁啊，大行分析。咁如果我哋睇技術上邊嘅話咧，見到美匯指數咧，其實之前一路有上升個軌道啦，至少上升趨勢啦。咁而家嚟講嘅話咧，咁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啊101啦，101啦，咁之前曾經去到103啦，咁101啦，你話再去翻嗰啲位咧係有可能嘅，再高少少都有可能嘅，但係咧至少佢要咧嗱曾經穿過呢個下個上升通道㗎嚇，咁至少佢要守得住呢個101，差唔多101呢個位置，或者100.8呢個位置啦，至100.8呢個位置，咁先有機會咧。係再繼續去翻呢個上升通道，因為而家嚟講短線你如果睇到有少少下降趨勢嘅，但係如果佢維持到嘅話咧，就有機會去翻。頭先我講啦，如果去到103，有機會104，甚至多少少接近，但係超過105唔係太容易啊，有機會去到呢個位置。但係總體嚟講咧，我係咁睇嘅，就算咧佢升唔到之前嗰啲高位，但係維持相對嘅高位，即係100樓上，去到上邊103呢啲位置。個機會咧可能性咧係比較大嘅，主要因為咧嗱美國同其實美國同伊朗嘅衝突啦，其實好反覆嘅。之後咧我話俾你聽，之後又會降翻溫㗎啦嚇。避險咧需求啦，加上油價，頭先油價會對美元嘅購買力，即係會因為需要美元啦，所以油價上升咧，又會對美元嚟講係有個需求嘅支持嘅。通脹咧又會令到加息。嗱，通脹雖然有降溫啦，但係頭先我講啦，你降溫你燒到40度，去到39度都係燒緊㗎嚇。咁所以咧都繼續咧係加息預期咧都繼續係好強嘅。咁所以咧你睇期貨價嘅顯示，頭先我講啦，今年最少會加息一次㗎啦。咁所以係支持到美元咧，應該一路都比較強嘅，除非有其他啲額外黑天鵝事件遇唔到嘅因素出現咗。好，咁啊講歐元對美元啦，歐元對美元咧基本上咧有人睇好，或者應該咁講啦，有睇好嘅因素啦，亦都有唔係咁睇好嘅因素啦喺度啦。咁啊睇好嘅因素咧，因為央行到至少到而家為止啦，都係比較鷹派嘅。嗱，到底係咪繼續維持鷹派咧？一陣間夜晚8點半之後就知㗎啦嚇。7月咧應該都唔會按兵不動，最緊要睇下佢會唔會有啲信號釋放出嚟。有機會而家至少預期有機會9月會再加息嘅。咁我頭先我講9月啦，點解講9月咧？就係美國9月咧有機會加息，大概70%到，但係會變㗎嚇。會變㗎，咁所以呢個機會，咁另外能源價格咧上升，通脹上升，咁更加強化咗頭先呢個加息嘅理由。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雖然歐元通脹回落，但係通脹呢個數據係滯後性㗎。再計7月又升翻㗎啦油價，所以之後唔排除通脹咧有機會咧係再由即係通脹本身係下降啊嘛，佢嘅通脹逆轉翻去翻上升，唔一定㗎嚇。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令到成個歐元咧嘅成為咗因素咧支持翻。咁而令到歐元有機會下跌嘅因素咧，所以避險情緒啦。嗱，你知道美匯指數咧有成接近70%咧都係歐元嘅，咁所以嘅話咧，如果美元升咧，歐元一定跌，唔使講㗎啦呢個。咁另外咧能源價格咧對佢整體個經濟嚟講咧，係一定有衝擊嘅。雖然通脹會上升，但係對於佢經濟嘅整體嘅壓力會更加大。咁所以咧，對於一個經濟唔好嘅一個區域啦，都唔係一個國家啦，歐盟咁嘅區域嚟講咧，咁基本上咧係好難咧，對於佢嘅即係引入更多嘅資金入去嘅。咁另外咧啲機構咧其實都唔算話太睇好歐元啦，主要係因為點樣？因為之前美元嘅因素實在太多啦。如果睇歐元嘅技術分析嚟講咧，嗱其實見到咧，一個都係一個比較其實幾睇到嘅下降通道、下降趨勢嚟嘅。咁而家嚟講咧，就啱啱好咧，其實有少少似美元㗎。不過而家咧呢個係咧啱啱好突破咗
少少呢個下降通道，可能咧可以回一回氣嘅。咁睇下美元有冇機會咧係跌啦。如果跌嘅話，佢有機會回一回氣。但係我相信啦，如果佢話你繼續升，係升到幾多咧，就真係比較難講啲啦。1.145差唔多嗰啲位，暫時可能唔會咁容易突破呢啲位置，除非有因素支持，或者佢突然之間佢今晚釋出嗰個信號，喂，比之前更加鷹派，咁啊有機會咧升翻上呢啲位置。但係如果想突破，大家見到啦，呢個區間比較難㗎啦。但整體嚟講咧，個走勢咧係短期至少長線咧見到係下跌啦，短線咧最多都係橫行偏淡嘅啫。咁大家留意翻咧，有幾個關鍵嘅位置啦，要留意啦。首先啦，咁如果係近期啦，1.144啦呢個關鍵位置啦，咁個支持嘅話咧1.1395，大概都係你當1.14啲位置啦。咁係個短線啦，好短線嘅支持嚟嘅，短線嘅阻力咧1.148呢啲短線嘅阻力嚟嘅。咁其實呢啲位置咧，如果冇咩特別嘅因素咧，或者至少係意外嘅因素，即係大家諗唔到嘅因素，或者覺得冇呢個預期因素，即係例如呢個歐洲嘅經濟突然之間好翻，嗱經濟火車頭德國嘅製造業突然之間好翻，法國嘅經濟又突然之間好翻，嗱呢啲先有機會咧，會令到或者係佢非常之鷹派，先有機會突破1.148，甚至1.15都有機會。但係如果唔係咧，至少好短線呢幾日啦，好難突破1.148、1.145，可能都唔係話完全咁容易去做到啊嚇。好咁啊。關鍵嘅即係變數啦，留意啊，主要係歐洲央行啦，頭先我講啦，亦都係美聯儲啦，同埋歐洲經濟咧，好難真係有啲咩特大嘅變化，至少短線嚟講。好，講日元嗱，日元咧其實嗱，首先俾個定論大家啦，日元基本上咧就係好難真係睇得好嘅，頭先仲差過即係仲差過歐元。日元嚟講咧。首先咧就完全失去咗避險嘅地位啦，唔使講冇咗避險地位㗎啦。息差咧就壓日元壓得好犀利，尤其是咧因為息差有好多大量嘅套息交易啊，可能唔排除全部嚟自日本本土嘅嚇。咁呢啲套息交易咧都會令到咧日元咧一路受到壓制。你話真係想向上行嘅話咧，非常之困難啦。就算自己日本央行點樣出手干預咧，都唔係咁容易。咁另外頭先講啦，嗱。基本上原油全部都依賴入口嘅，喺呢個情況之下，油價上升，對貿易嚟講，對日元嚟講，全部都冇好處嘅。咁啊，另外啦，避險啦，頭先我一開始就講冇得避險噶啦，基本上全部去晒美元，日本冇朋友，真係冇朋友噶啦，慘到冇朋友噶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基本上係冇一個因素可以令到日元咧睇到底係咪可以即係扭轉成個整體個劣勢。咁大家見到啦，呢個整體都繼續弱係嘛？繼續弱，向上升就美元對日元啦，向上升咧代表日元弱，繼續弱到去呢個位置，去到163。咁163仲有冇機會再弱咧？仲有機會，不過唔排除短線啦。其實163暫時而家163至165啦，係日本去到應該我相信去到呢一輪日本央行可以忍受嘅底線㗎啦。唔排除佢有機會出手，但係就算佢出手，幫唔幫到佢咧？唔知，可能佢出咗手咧，都係差唔多去翻163呢啲位置嘅啫。即係可能去到165，佢出手可能都係去翻163，甚至唔排除短線去到162度，跟住去翻164嘅。咁所以其實出手都冇乜大用啦。而家咧其實幫到日本嘅咧，或者日元啦嘅走勢咧，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日本央行睇下加息個力度，或者鷹派個態度到底有幾強，先有機會幫到日元。如果唔係咧，都真係神仙難救啦。咁但係當然啦，嗰個前提就係咩咧？日本經濟你自己要 afford 到去加息，但係而家日本經濟係咪 afford 到咧？大家都知道啦。雖然經濟貌似有改善，咁但係整體經濟好唔好咧？頭先我講嗰幾個因素都係唔係真係麻麻地㗎啦，咁所以日元咧真係你話真係想逆轉話去翻呢啲位置，真係比較難頂籠下，好即係如果真係有特別好嘅因素，可能去翻呢啲位置啦，158啊、161啊呢啲，如果去翻呢啲位置已經算好，因為呢啲咧係之前個交易密集區嚟㗎，見到有啲價格有機會，咁但係亦都同樣啦，你話。首先你要升穿161先啦，你161都升唔穿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咁啊想入呢啲位置都唔係咁容易噶啦嚇。我哋整體日元嚟講咧，冇特別因素咧，我自己睇啦都係偏弱噶啦。
所以關鍵嘅位置再同大家講一講。嗱，首先啦，163當前個位，已經超過咗40年嘅高位㗎啦，即係跌穿咗40年高位㗎啦。咁啊，基本上咧，去到歷史嘅高位咧，即係美元對日元，即係如果對於日元嚟講，日元對美元去到歷史嘅低位咧，已經差唔多去到㗎啦。咁短期嘅支持咧，即係美元對日元啦，162。咁上邊個有機會咧，個阻力咧係165。咁170我暫時唔係咁睇到咁淡住啊。咁但係我覺得165咧個機會係都幾大嘅。咁日本嘅即係財務大臣咧，佢隨時話可能會干預個市場啦，但係干預個效用咧，大唔大咧就好難講啦。咁我如果睇翻之前嗰兩次個經驗嚟講咧，如果重複翻咧，就基本上可能干預嗰陣時嗰一兩日有用，之後咧又去翻呢啲位置噶啦，但係都可能繼續要出手嘅。好，咁啊，今日嚟到重頭戲啦，咁就係黃金市場。咁黃金市場咧，基本上今年嚟講咧，都幾過山車嘅。不過整體嚟講咧，就同大家之前嘅一啲本身嘅觀點或者因素咧嘅睇法咧，開始真係有唔同。因為即係頭先講咁多次避險啦，咁避險嘅話咧，貨幣就美元、日元、瑞郎啦，咁避險資產咧其實仲有黃金嘅。但係今年咁多地緣政治嘅衝突，嗱，俄烏都仲未完嘅嚇，咁啊有中東嘅衝突。喂，睇下黃金啊係咁跌嘅，基本上整體走勢雖然有波動嚇，但整體走勢係咁跌嘅。5500樓上啊跌到去4000樓下，咁真係好誇張。咁首先講一講回顧一下先啦。咁啊，首先曾衝嗰個5500啦，係咪？咁如果但係今年嚟講咧，繼續即係1月之後啦，咁啊基本上咧好過一輪或者好過好短嘅時間，而家一路就係下跌嘅。6月咧尾咧跌咗去$4000下邊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基本上咧有3個因素咧令到佢跌嘅，一個係美債孳息啦。因為啲資金咧見到大家知道黃金冇息收嘅，冇息收嘅話，咪去美債咯。美債孳息好高嘅而家。咁美元強啦，就即係壓制咗金價啦。咁寧願避險咪去美元唔去金啦。咁另外咧就係啲資金咧，大家都知道SpaceX 係咪AI 啲科技股將啲資金抽走晒，就喺邊度抽走咪黃金咯。去美股，你唔用美元點買美股啊？咁所以呢啲情況咧都會加大咗美元嘅需求，令到黃金嘅整體避險嘅無論係投資咧定避險需求咧大大咁削弱嘅。你見到一路跌嚇，一路1月嚟講一路跌到4000。好，咁黃金咧而家嘅位置差唔多4000度啦，可能有變化啦。但係整體嚟講咧下跌咧就都非常之誇張噶啦，其實。咁首先咧，我哋睇下個即係有黃金協會、世界黃金協會啦，其實佢就會對黃金咧有好即係每一季都有報告嘅。但係最新嗰個咧就認為咧黃金係幾多咧？下半年咧有機會喺$4100附近正負咁樣區間行。咁即係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咧冇講過嘢，佢都唔知道黃金應該係升定係跌。4100大家都知道差唔多呢啲位置啦，咁就喺升定跌啦，佢個勝負啦咁樣，即係代表3800幾到4300幾，差唔多呢啲位置嚇。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差唔多呢啲位置啦。即係其實佢都冇乜方向嘅。咁另外咧就係上個星期五啦，黃金即係紐約黃金上升啦。嗱，倫敦金咧就都係幾掙扎下嘅。咁基本上咧，即係黃金而家都缺乏，可以話咧係比較缺乏方向嘅。再加上美國加息，即係美元嘅走強啦，加息超過預期啦，黃金其實有一定嘅壓力嘅。另外嘅話咧，嗱頭先講啦，美伊衝突啦，霍爾木茲海峽嗱有即係通航量又降至0啦。美油咧或者布油咧又向上行啦，嗱呢啲咧就肯定係對黃金咪冇好處噶啦。另外咧油價上升啦，全球通脹升啦，美其實唔單止美聯儲啦，歐央行都加息啦，呢啲情況咧又會咧令到咧即係你增持黃金嘅成本增加。咁加息預期，美元走強，即係美元嘅計價嘅黃金咧，黃金基本上全部都係美元結算噶啦。咁令到咧，其實黃金嚟講咧，係基本上去到一個循環咧，就繼續下跌嘅。特別我呢度要講一講嘅就係咧，
大家覺得如果油價向上升嘅話咧，對於美元嚟講係咪有好處啊？或者對於美國經濟嚟講有冇好處啊？冇。其實咧兩睇嘅，係其實可以有冇好處啊，因為升得太高咧，即係通脹高，通脹高嘅話咧，其實肯定對於經濟就冇好處啦，因為佢唔可以用減息嘅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啊嘛。不過要留意翻，你見如果大家回想翻，係咪每一次談判達成共識，差唔多有和平嘅希望嗰陣時，有曙光嗰陣時，嗱又嚟兩粒導彈嚇，又嚟炸一炸，美國成日做埋啲咁嘅嘢，大家有冇留意翻啊？點解要咁樣做嘅咧？因為頭先我講咗好多次啦，原油係咩？原油係美元結算嘅，所以咧嗱，如果原油價格嗱當然升得太高就唔得啦，去到150嗰啲冇人願意見到㗎。係一個可控嘅位置，大概幾多呢？我認為大概呢係70至到100或者80至到100，差唔多呢啲區間啦。呢啲區間呢，佢會令到呢原油價格貴咗，咁即係代表咩啊？買原油用美元㗎嘛，美元結算㗎嘛，美元需求多咗，咁就會咩啊？至少就算唔會推升好多，但係撐住咗個美元，撐住咗個美元之後，美元強，即係代表通脹價格唔會咁容易，相反唔會咁容易咁高啦，因為美元強咗啦嘛，購買力強咗啦嘛，係咪？咁所以其實美國咧係希望原油係一個可控嘅範圍內偏高，但唔好太高，咁樣咧仲可以收割全世界添。因為美國頭先講啦，美國係一個原油出口大國嚟㗎嚇，咁所以咧點解就係喂每一次就嚟見到和平曙光，跟住又嚟要打一打嚇，每一次都咁樣嘅。咁見到就係、其實美國係相反，佢希望咧原油價格相對嚟講係高啲，佢唔想見到就係40幾啊嗰啲位置，佢唔想見到㗎嚇。咁所以就係點解即係原油價格一路咧落到去又上翻嚟，落到去上翻嚟，咁令到咧美國加息預期又高啦，美債孳息又高啦，咁黃金咧就受到壓力啦。咁另外一方面啦，黃金受壓啦，咁地緣政治你油價高、通脹高、加息係咪？加息跟住美元高，黃金就繼續跌啦。即係基本上咧就係美國咧就用佢嘅一啲，你話好即係基本上軍事嘅技術啦，再加上財技啦，就喺度收割緊全世界嘅資金，就去美國，包括黃金嘅一啲資金。好，咁啊，再講翻啲機構嘅觀點啦。咁啊，高盛咧摩根大通咧，跟住咧就認為咧去到6300，今年呢個呢個我都唔係太相信，有冇人相信嘅？去到呢啲位置，其實講真啊，我係以話長遠嚟講睇好黃金嘅，係啦。一陣我講點解。咁但係咧，有啲中性嗰啲咧就認為咧可能4100啊、4500啊呢啲，呢啲比較 make sense 啲啊。咁美銀咧都有機會喺2027年咧、2027年咧去到6000嚇。咁其實都比較參差或者有分歧嘅大行嗰啲觀點。但係嗱講到去點解我係睇好黃金咧？要留意翻黃金咧，其實咧係有兜底嘅。邊個幫我哋兜底啊？就係央行，全球嘅央行。如果大家至於上年啦，仲記得成日好多啲財經啲評論員都會講咩去美元化，其實呢幾年都成日講嘅。不過今年美元咁強，講少咗，就係因為咧大家都驚美元控制得太多嘢啦，成日收割全世界，所以環球央行佢連盟友都收割嚇，所以而家咧全世界咧包括中國啦，都不斷增持緊黃金嘅，係啦，咁中國就其實已經連續20個月不斷增持黃金啦。其實歐洲各國啊，其他國家啊，中日韓全部都係噶啦，不斷咁增持黃金嘅。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日本嘅話，除咗增持黃金，仲要有增持美債嘅嚇。不過增持美債佢之後都要再放翻嘅，因為要干預佢嘅匯率啊嘛。咁預計咧今年咧即係會官方部門再預計啦，會增持900至到950噸嘅黃金，咁肯定對黃金咧嘅底部咧係有個支撐噶啦。呢個就支持咧就唔使講噶啦，因為大家都係講緊去美元化，去美元化咧好長期噶，長期到幾時咧？我諗10年、20年、30年先有機會真正去美元化。不過黃金睇升咧就唔使聽日睇咁耐啊。咁所以咧，如果睇黃金嘅走勢咧，
其實唔怕黃金跌嘅。如果大家手上面冇貨啊，唔緊要，唔怕黃金跌。雖然睇個走勢咧，好似咧跌定咗啊，但係琴日繼續跌咧，未知住嘅，未知住嘅。一陣間我會再講下。咁但係咧可能係有個底嘅，個底係咪呢度？我都唔係太咁講。不過我自己認為咧，如果頭先啦有世界央行兜底嘅話咧，其實3800至4000呢啲位置咧。如果真係去到呢啲位咧，我相信央行會願意大量繼續增持嘅。咁如果央行都增持啦，咁呢啲位置會唔會有機會有個底咧？嗱，我唔敢講增持會令到黃金好快咁樣升咗上去。咁但係咧呢啲底呢啲位置咧，可能都係啲機會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嘅。下邊係個 RSI 而家50幾，咁就要睇啦。嗱，黃金支持咧，我哋睇住4000先，而家差唔多4000。嗱，低過4000咧。可能向3900啊，或者3800啊呢啲位置，上面阻力4100、4150都差唔多，有少少都差唔多呢啲位置嘅。其實有機會再高翻少少，不過即係要睇美國嗰邊咧，即係美聯儲咧啲態度咧有冇啲咩變化。咁另外咧，留意 RSI 嗱，呢個就美銀啊，美銀講嘅。咁就 RSI 咧，如果去到90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信號，就要沽黃金噶啦，因為超買啦。咁大家都知啦，梗係去到呢啲位置啦。而家50嘅啫，去到呢啲位咧，大家見到呢度90噶啦，就真係跌噶啦。呢啲位置，咁所以大家留意翻接近咧，可能係一啲沽出嘅信號啊。咁所以咧，我哋再睇黃金啦。利好利淡嘅因素，咁增持黃金咧，因為個個央行增持黃金啦，所以可以幫黃金咧兜個底嘅。咁另外嘅話咧。即係去美元化咧，其實長期噶啦，所以咧全球嘅即係資產儲備咧，其實盡量大家都唔想要咁多美元，反而去到黃金啦，或者有機會其他貨幣嘅，例如歐元啦，甚至有可能咧部分咧增加咗人民幣嘅。地緣政治啦，地緣嘅風險啦，雖然咧暫時嚟講咧係唔係太利好黃金啦，咁但係。其實環球嘅衝突咧，最後始終咧係對於黃金嚟講咧係一個利好嘅，最後係利好嘅。咁另外咧實物嘅黃金嘅買賣咧，其實都係向好嘅。咁呢啲都係支持翻黃金嘅。咁不利於黃金嘅美聯儲啦，唔使講啦，美聯儲加息預期啦，美元走強啦，油價嘅上升，通脹上升啦。咁包括技術面咧，頭先講如果呢個唔係已出現啊，而家已經即係呢啲信號看跌信號咧。唔係已出現，有機會出嚟。如果出現嚇，咁就大家要睇下呢啲信號啦。嗰陣時有機會黃金會跌嘅。咁大概咧，呢個就係黃金嘅走勢。咁總結嚟講咧，我短線咧，黃金個底去唔去得到咧，比較難講。咁但係咧，長線咧，如果佢就算真係去到3800到4000呢啲位置，反而大家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啊？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報告，個個央行係咪真係買嚇？咁如果係啦，你可以跟。或者你預測，有時你未必跟到人哋已經買咗啦，係咪？或者你預測下，或者搏下，咁呢啲都機會其實都有機會嘅。咁上邊嘅話咧，其實個阻力我頭先講啦，4100到4150，或者你睇4200樓下。如果去到嗰啲位咧，其實都差唔多比較大嘅阻力，冇咩特別因素可以支持到黃金。尤其是資金咧，全部抽晒去美國嗰邊，咁其實嗰啲位咧都有機會咧去回一回吐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呢啲位置啊。其實黃金嚟講，尤其是現貨黃金，即係大家知道比較靈活啦。咁所以嘅話咧，喺比較靈活可以操作嘅情況之下咧，真係可以咧令到你咧容易地咧喺黃金市場上面咧，即係至少可以俾到好多機會啦。OK， 好，咁我哋預測下半年啦。好，咁下半年嘅話咧，我哋留意翻幾個關鍵嘅時間，一個7至8月啦，咁其實都係啲議息會嘅密集期啦，今晚就有啦，係咪？咁啊9特別留意9月啦，9月咧其實有機會真係無論歐央行定係美聯儲啊，都有機會加息。咁另外嘅話咧，今個月尾咧，美聯儲咧會有議息會嘅，咁睇下嗱，沃實就前瞻就唔俾你啦。唔話俾你聽天氣預告噶啦，咁到底之後加息路徑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喺呢度可以睇到啦？佢到底係咪繼續？因為沃實本身係鷹派嘅，後尾咧佢係特朗普指定嘅美聯儲嘅主席，咁大家覺得佢唔會變翻鴿咧？點知佢都係比較偏鷹，但係偏鷹之餘咧，佢又俾你估唔到喺度耍太極，係啦，所以呢個人咧係啦，就係帶嚟更多不確定性啦。咁呢個8月咧，美國 CPI 非常之重要啊 ，CPI。睇下到底會唔會影響到美聯儲9月決定？如果 CPI 突然之間繼續回落嘅，唔係突然之間啦，即係繼續回落嘅，咁9月加息個機率咧一定會變低㗎啦。
好，咁9月之後咧，大家留意翻啦。首先啦，當然啦，美聯儲嗰邊啦，個加息個時間咧，會唔會可能9月唔加，12月加咧？歐洲央行啦，到底加息啦，到底會唔會跟進美國嗰邊啦？咁另外咧就係11月咧，就美國咧就中期選舉，唔係美國大選啦，美國中期選舉嗱。如果特朗普敗選嘅話咧，即係佢唔係唔做咗總統，不過佢個黨派敗選嘅話咧，咁咧佢而家所有嘅政策咧有機會大逆轉嘅嚇。咁呢方面留意翻。11月中期大選，下半年咧有啲變數嘅。咁一個中東啦，個戰事到底係咪真係會即係打下停下打下停下咁樣啊？定係會有機會升級咧？會唔會好似俄烏戰爭咁係咁拖咧？咁另外咧能源供應啦，咁會唔會真係中斷咧？咁你霍爾木茲海峽啦，到底幾時可以真正開放翻咧？俄烏嘅衝突啦，會唔會繼續加大啦？因為而家而家傳聞好似德國啦，有機會真係落場嚇，都有好多傳聞嘅，大家唔知嘅。咁所以呢啲情況咧，而家都係未知之數嘅。呢啲變數即係尤其是地緣政治啦，個變數咧其實係幾大嘅，有啲可能啲大家估唔到嘅事情發生。咁另外咧就要留意嘅3個關鍵字啊、關鍵詞啊，一個係美聯儲啦，即係頭先多次提及啦；中東啦，我都多次提及啦。另外黃金。黃金咧，其實咧頭先我講啦，係有部分因素咧，其實係可以睇到嘅。好，今日咧就個講座咧就嚟到呢度啦，個內容好，係咪到你啊？好，咁啊交翻俾 Ivan 嚇。多謝晒 Chase 啦，抽時間出席我哋嘅 seminar，咁為我哋講解咁豐富嘅 insight。咁我哋咧都會有一翻啲開會嘅優惠俾翻大家嘅。咁我哋而家開戶咧就會額外會送一張50蚊嘅超市現金券啦，同埋如果而家存款嘅話咧，同埋有交易咧，我哋就會再會俾多300蚊嘅禮品嘅。同埋如果物交易嘅話，最高可以達到15000蚊啦。咁我哋黃金開戶咧，咁可能我哋最高達2個月嘅 VIP 嘅升級啦，變咗如果而家存款嘅話，就會高達10萬蚊嘅現金獎賞。係咁，如果你係其他會都有交易翻咁如果轉過嚟嘅話，咁我哋都會即刻俾翻一張500蚊嘅超市現金券嘅。如果你再物交易嘅話，都會有一個現金獎賞係高達於10萬蚊嘅。同埋我哋會有一個 Q&A 環節啦，咁就睇下大家有冇咩問題，同埋Zoom 嘅朋友留言區可能都有啲問題，咁我哋睇下可以一次過即時嘅解答。如果你哋有問題嘅話，我哋而家開戶口或者你網上做都得，但係如果喺度嘅話，我哋可以即時有專業嘅同事幫你，係啊，係現貨黃金係，我哋冇手續費，我哋只係賺點差，係啊係賣出買入，係。仲有咩問題？我哋 Zoom 嘅朋友仔有冇啲問題？OK，係咪有2條問題？佢Zoom 上面，係喎，睇下先。哦，美國預期呢個年尾加息啊，佢會最影響邊個貨幣對啊？最影響如果講美國年尾加息啦，最影響咧我覺得對於美元嚟講影響未必會好大，未必好大，因為大家預期咗。咁但係咧，如果真係預期年尾加息，應該最影響頭先我講有一隻記唔記得邊隻貨幣最弱啊？日元應該最影響都係日元㗎啦，不斷挑戰佢低位。咁所以日元嚟講咧，而家因為就算日本央行干預啦，大家都唔係好信得過，同埋好快去翻嗰啲低位。咁所以嚟講咧，日元咧今年嚟講咧，至少今年嚟講冇啲特別利好因素，例如經濟突然之間好好，同中國突然之間和解。或者突然之間啲資金好吸引地去翻日本啲股票啊等等啦，咁如果唔係因為呢啲因素咧，日元應該遲早都比較弱嘅。咁基本上如果即係美國加息，甚至加嘅幅度啊，可能係0.5%嘅，咁呢啲嘅話咧，有機會令到日元咧係雪上加霜嘅。咁我哋今日嘅問題都差唔多啦，咁即係再一次多謝阿 Chase 今日出席我哋嘅活動，同埋多謝大家嘅出席啦，係啊，thank you，多謝 Zoom 嘅朋友，thank you。